各位爸爸媽媽，你哋好，我係心情行動慈善基金嘅臨床心理學家廖家寶博士。今日咧，我想請大家喺呢一個時候靜靜地閉上眼睛1秒鐘，諗一諗，當年喺產房嘅時候，你第一次抱住你嘅 BB， 你同你嘅丈夫，你哋嘅心裏面最大嘅願望係啲咩呢？我諗絕大部分嘅父母嘅答案都好簡單，我淨係要佢健健康康、快快樂樂就夠啦，係咪？但係隨住佢哋長大，我哋嘅願望清單就好似越嚟越長啦，由健康快樂慢慢變成考第一、入名校、孝順、要乖、要學10樣技能。我哋同佢哋嘅對答，由今日玩得開唔開心，變成今日考試測驗幾多分啊？功課做晒未呢？我哋嘅初心唔知幾時，俾好勞碌嘅學業同嘅生活都慢慢淹沒咗啦。結果屋企嘅氣氛變咗質，親子嘅關係充滿咗張力。我哋同子女之間好似築起咗一道無形嘅牆。我哋覺得佢唔生性，佢好曳，佢又覺得我唔明白佢。其實修補關係並唔係要我哋大家都放棄所有嘅期望，而係我哋要醒一醒，問下自己一個問題：對我嚟講，到底乜嘢先至係最重要呢？係一份完美無瑕嘅成績表，定係一個願意同你分享心事、內心充滿陽光嘅孩子？所以今日我喺度邀請你哋試下攞返呢一份初心，放低手機15分鐘，攬一攬你嘅仔仔、你嘅女女，唔去問學業，淨係簡單咁去講一句：阿仔啊，阿女啊，爸爸媽媽喺度啊，你最近過得好嗎？你心情好嗎？呢一份最初最純粹嘅愛，先至係修補一切關係嘅最好嘅鎖匙。